乡亲继续要来看是这个中央银行来宣布，银行的利率提升一码，要来减低着通货膨胀、钱变薄的压力。安尼大家借银行的存款利息嘛会较侪，但是相对的贷款的利息嘛会来增加。所以，若有贷款的朋友，恐惊负担会搁较沉重。啊，若讲税厝的租金可能嘛会对咧调起。理监事会就是我们升息一码。就惊钱的变薄，央行宣布利率升一码。中人业者感觉真意外，滚爽笑讲叫时间的升半码。说落来，等你批批出来，就是爱纳储贷款的人，升利率了后，储贷款的利息恐惊对你增加，压力嘛对你变大。无论是对于所谓的自用客户，或者是说投资客，那甚至于所谓租屋族，他可能都因为房贷的增加而产生一定程度的压力，可能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一个交易，相对而言会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表示。厝头家买厝成本增加，就含租金嘛对你压悬，利率升一码，厝贷款到底差偌济？若是贷1000万，分20年本息做伙还，本来利率1.5%，逐个月爱付48255块，升利率了后，正做1.75%，逐个月爱付49413块，加1158块，一年就要加付13896块，这压力敢袂大？央行对于升息降息都有它很严谨的专业作业，还是尽量要维持减少通膨，让民众生活少压力。FED 估计今年上只升600利率，虽望升利率会当让钱较袂变薄，不过厝贷款的压力敢若阁变更较沉重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